就欣赏嘿，我就是大家剧团的嘛，八音团的团员，做嘿安尼荣幸彩茶剧团也的，系荣幸剧团的也个音乐组，我就个有自家有个参加八音团啊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国宝啊，八音团。阿奶姑，阿奶姑，阿奶姑要彩冇？冇言 N。哎呦，马雞生疏啦！阿奶姑，阿奶姑，夾夾好康床咧，捱咪濕死。熬夜大擂台，熬夜衝下來。好，今日要講嘅係呢特別計劃、特別節目，很多禮拜全城熬夜聊天傳，所以今日唔係乜個比賽，係要展現好嘅呢才藝本大家看。冇錯。好啊，一到來看一片，看一下。好。接一下，哇！難得嘅畫面嘢。啊，你韓國叫做嘅形容，韓國叫做嘅形容。對。錯嘅片請緊張哦。好啊，那個傳統做嘅欣賞吧，錯嘅片啊，西面欣賞啊，來，西面欣賞做乜錯嘅呢？做乜錯嘅？一片錯唔落。錯唔落了，不是比較德高望重做那邊，因為佢要得表演的啦，沒有請德高望重的老師。壓軸演出，壓軸演出之外，沒有本因為授課啊建議下咧，因為老師可能有老師不同的見解。哦，係啊，傳統嘅嘛，傳統嘅嘛，因為流行歌曲做嘅啲朋友，愛創傳統嘅冇人改啊，點講？來介紹欣賞嚟。好，李秋豪先生，夏啟哥先生。湯永慶先生，羅英英先生，好來，先生介紹佢啦，你準備好嗎？準備好了，準備好啊？係啊，等清久了。創山歌啊，前面一片一排我是看唔會受力。係啊，後背嘅朋友都較少啦。哦，嘅唔對哦，親人講，某一天有一些嘛該改變咩？安尼啊，改變歌就說，哎有冇叫我咪絲哦？係哦，好，來。日日有唱 TV 係顧福廣帶來平板。哦，嚟彈下啦！哇，顧福廣嘅，妹哟，高那天啊，
国泰国你好啊！祝先生好！哎呦，旧无见哦，哎，上哦，大家都上哦，真的啊，嘿啊！还没上大家。哎呦，哦，今年几工啊？80，多80，多80岁，80吧。哦，跟你有参加过田传业的歌唱比赛吗？参加5000多摆啦，拿2摆第1名，2摆第1名，歌词哈，个比赛拿到佳作奖的呢，真好嘞，很臭屁，哎呀，一参加就拿奖，因为参加某一多摆啦，2摆第1名，2摆第1名，2摆第1名，哎呦，哎，我们讲唐讲第1摆去参加比赛的时间，嘛个将得到第5名呀，哎呀。没啦，一摆很用板情形。好，该爱裁判呐，好，就是评审哈，体育员没拿灯，体育员过去是拿第1名，评审人来讲，然后顾先生，你在三国啊，体育员的比赛，爱到裁判哈没办法接受啊，那个意思做嘛？意思是讲，你也。平板这大家冲怎么平平？你在三国如高如大哈，哎呦，从个冤命我听讲，都没裁判佢讲开会哈，讲姑父讲三国冇枪板冇跌板啊，按个大就喊下后堂，就所以都没是那就拿灯。哦，后来就本大厅对，这个欣赏能记得还蛮有啊，记得有存在鸦片吗？哎呀，从头，来，你像啊欣赏来分享啊嘞，哈，谈到迄种感公用版啊，他讲一个有穿冇穿。了到田传呐，你啦田传业算起来就安尼客家业啦哈，前几年安尼客委会有讲，田传业就属于安尼客家业。今日谈到阿福哥吼，共同on那报道网络，冇法度让你想，因为你安尼算业安尼漏钱币哈，今日我本也非常的肯定哈，从了前头。好，OK，你的彭水风先生多少人嘅当上枪，有一些枪，嘅枪嘅有枪哦，有那带人摸诶，真的，真的，好，加油，真的，哎呦，对啊，不放心，迄个是讲讲要那个特别的节目啊，有限时间做哦，抢再麻烦来啊嘞，吼，系啊，好，有机会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，谢谢，好来，唱回座休息。TVB 就有唱到暗站的咧，暗站掉的啦吼，哎，沙下来，我看带下人可能，莫冲都比他好，有冇做的？全部都按离开了，沙下来，翻情可以带来漏山歌。来，唱完了。人生在世，其实多难。山忙了。大兵啊，就是东南。后生辛苦，路向疏难。
强松那。嘎米耶，平条多长久了。亲啊，老少可难。向北人，在人中上人呐。将啊，分数过难。哎，真快歌，真快歌好久冇看到，好久冇看到，好久冇來啊！今日田传人嘛，对嘛？哦啊，田传人一天有參加過比賽嘛？田传人山歌比賽啊！按多年哦，前幾年差唔多當年就去。當年都有。真係啊！啲人咧這麼比賽以後係有去參加過？有啊，有啊！所以佢比賽講真咧，咩皮勇青島嘅考衝過嘅應該，考衝山歌嘅評基本上都有參加。因為見到有啲木下群，一方面就係新竹人嘅客家熱、當代熱啊，所以一方面見到有當到當水準當嗰位。歌手嘛，係啊，要好似例如接觸關某哋都係呢。佢啊參加過按多拜有乜嘅故事冇？做得分享嘅。有一擺啦，一擺去比賽係啲嘅，因為落山歌啦，落山歌嘅時間，除啊一下擺嘅時間，除衰。擺嘅時係熱號嘛，熱號嘅時間，搶網，熱號嘅時間啊，佢哋全部人就嚟講，熱號啊，而且上去吃麥克風還有，吃魚嘅錯，你試過搶煮到有啲水都得，係啊，比如講阿姨會緊張，會緊張啊，結果當現場就熱味啦，熱味都結束嘅時間嚇，今日係。着個時裝啊，着晒時裝，佢出場就係出到熱號啊，出到熱號，當係啊，沒運氣清後呢，着個時裝要三老夫要冇胸神嘅啦，冇胸托啦，冇胸托冇係啊，冇做唔得，咩做唔得啦？我係隻朋友啊，當我朋友啊，即係嚟看到啊，其實我本身啊當講叫佢嘅服裝，講叫，結果佢看到我裝冇胸樣啊，就結起來我應該去玩過，係，結起來玩。按以後呢，唔會唱。咁就會到嚟咩？差唔多佢雙集，而會唱會實咧，雙組會實嘅時間。
佢將幾張看到樣講咪強強愛啊，結果我就夾打電話轉去幫佢買啊，向佢送過嚟，送過嚟嚇，就這個後台上就這個乜咩3-4分鐘，存到3-4分鐘，差唔多上台，差唔多上台3-4分鐘嚟台嚟做，佢都唱喺度辦演唱會咁樣，一下去然後起人就好有人來關心幫係，結果我因為愛揾長褲咩嘅皮帶啊，拿出嚟啲綁啊呀，啲就綁啊，300多，都得幫忙。年股係嘛？可以談到，真係啊！哎呦，其實朋友啦，結果其他我聽書定係拿褲過來冇係，我巴拉多是愛上去上啊，當仔上，但是如果冇媽係，冇媽係，應該咩了都上，結果佢就冇媽係哦，喊就喊講夾樣，就正好嘟好喊到命，夾就。表演上去，原來上嘛，你不到，哎呦，一定當好啊，好，你可能知道輕鬆快，結果哈，你把係最拿到冠軍，哎呦，可能只有不到嘅，作強做嘅咩可能要查啊，因為最近還有其他冇啊，哦，喊冇嚟啦，還有冇喊乜嘅東西。上他爸咪田泉啊，田泉遊山玩水，冇喊乜嘅事情冇。冇啊，你睇就中菜啦，中菜，唱歌係民謠班去唱歌。唔咩做乜嘅理事長嘅？你睇係啊，將接到嘅社區啦，市區發展協會發展協會嘅理事長，係啊，按腔啦，咁啊啲腔啊，佢就有啲冇嘅送到嚟，所以按照就人事方面咩都條件方面，對，乜都技術都係可能客家安尼發揚客家文化，嗱，總體嚟嚇，你阿唐先生你有乜嘅建議啊、分享啊？強陽大魔嘅奇怪先生，哎呀，好，謝謝。來，前開個講到有個田傳啊，睇下就每年嘅山歌比賽都要觸動。基本青台有個山歌聊天傳哈，我記得我做咧講當年去愛縣咧，遠600-700殺，一年要唱300人3年哈，因為很多，所以真是當到人，佢我哋前面客家人才只係簽到啦。哎呀，這冇有錢冇人啊！唔可以冇人，佢叫做唔敢來報名嘅，唔敢來。樣板咧，而家現場唱得就好嘅啊！來都要面對很多嘅鏡頭，到時會緊張，所以當到我唔敢來。係啊，很願意咯。我記得也10個年啦，我就到基縣咧，也看過人福廣告啦，個前海嗰度去比嚇。確實講真實，雖然講唱福廣告廿幾年紀，按睇嚟講，佢學一比超級主也冇人改。超級組就可以唱3台跳隔小跳，哎呀，前海個咩重要？佢有比過廿個3台跳廿個小跳，一拿個唱唱組嘅冠軍，佢哋去年桃園嘅傳統音樂節，佢有咩拿唱唱組嘅冠軍啊？所以相當冇簡單呵。最主要咧，我喺因為講佢要嚟到一老嘢打擂台。佢要參加過以前喺度貴，佢一拿過貴冠軍，年度佢咪拿到第4名，佢真大爽。就因為中間有一隻詞係唱唔錯，一下子跌到第4，冇依家設定前3名冇問題啊。冇其實佢本身嘅音質也個中意當足，真係當足。如果按樣年紀來講，唱按樣山歌來講，算當強嘅啦。所以繼續就係一客家山歌，再流傳，再嚟發揚下去。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哈，安尼有限時間哈，我哋特別節目真有請來，好唔好？也很即個感覺講，我之前比賽嘅安尼名次冇啦，冇達到人嘅夢想，嗰陣嚟比賽，嗰陣嚟變明白，好冇？長官，啦，節目啊，好啦，等啦，好嘛？按這些，多謝，哈，好多休息。嚟，撒下嚟呢？撒來幫四阿妹，義診帶來3個字。唔確定嘅四阿妹。係啊，唔感覺唔起嗎？一盤果子，333。我也有
比过传统的。你有比过？你没比过田传艺的？嘿啊！哎呦，啊后来嘞？以前也嘿，就是想说，去参加一下，就是传统的比赛，吃宽啊。结果我只背了28个字，然后知道入围之后，哈猪头底嘛，然后转一拍，然后一般的哦，你很投机呢。呀呀，吹啊雷气鬼，啊蹦了做什么呢？哎呦呦的哟！后来啊，慢慢的跟老师学，就学，慢慢的就学起来了。哎呦，学一学那个就已经讲话就已经变。你平常时共发没有拿一条树给那种共，张会共发嘛？哎呦，嘿嘿，已经最后，哎呦，石峰哥，哎呦，石峰哥，哎呦，缇娜妹妹，哎，阿勇就说，走我们的，有参加过田传艺了哈，有，因为田传艺有关系嘛，所以我们讲田传艺乜个好教嘅故事啊，故事啊，对，分享啊，最主要係來比。安尼嘅腦眼大擂台，其他冇比過。我先來比腦眼大擂台，先來兩比，比田傳藝，比田傳藝。哦，安尼啊，係啊，
他比他3-4摆都冇入位。哎呦，真紧哦！哎，真的噶？真的。冲到暗茶。你紧張咩？咩啊？最主要做來呀，老嘢搭擂台磨練的呀。盲磨練出來就唔敢去田川嘅比啊。意思唔同啊，到節目做跳板做啥？係啦，真嘅呀，真緊啦，真緊，你敢講真緊？真緊的呀。你節目台用講？全世界是那個客家電視台嘅節目呢？比較盲參加。田川嘅比賽，任何嘅歌謠版啊，上來比。即七隻嚟比賽。當然拉擂台錯啊。係咪學歌散歌就嚟比賽？就上一些人播出來，我就下起來，就交給拿嚟唱啊。厲害啊！天賦啊！跟你香港以前嘅田川也有得。有擺我想用3-4擺就冇入位，我就潛先生字頭。幾擺播兩組就入位。就會冇潛先生字頭啦，潛歌就會不就會冇咁樣嘅，對冇？係啊。青島嘅客店做得改進一下。係啊，有樣。好，安尼創特唐先生有乜個好建議啊？分享。好啊，像高中先生。就是今日拄好我有一道油店，可比種白相嘅白，客家嘅客，有人都入上市哦。而家創嚟以後，冇創到黑，唔係白相黑，都創嚟以後，尤其夾嘅將嘅佢鐵牌，也就田川嘢，而家拿田川嘢嘅歌嚟唱嗬，鐵牌唱嘅留天衣牌，而唱嘅嘅人嘅韻也用無窮樣，也係夾嘅呢度要點，尤其將佢天衣牌愛發揚。佢嘅一下那調過去了，也有調了有順，也彈到以後。但是呢，佢都叫強18條嘅18嘅調起來吼，就較冇按好咧。葉上師啊，係啦，叫做冇按好，也就出得喺邊愛加油嘅。嗰個千味嘅四季八節韻流長嘅就個韻詩，係嘅發現韻嚇，有時咧較冇按實貼，其他嚟講。相當好啦，應該去比賽冇乜大問題，加油！好，冇乜大問題。對啊，咁係要上我嚟節目比。我派藝來啊！唔係我講係要上我嚟節目。我要做得啦，永續經營啊！永續經營。反正也閒閒嘅，我信。做得來我就做得來啊！大概做得吧。本來來我就做得來啊！係也閒閒咩？滿知道你啦，係啊，好嘛，好。按字寫啦，也細緻懂適合我呀，永續經營，按權咩？電啦，好啦，電來啦，歡迎歡迎，謝謝按字寫，好，多謝你。金浩聰永續經營的，當一個 branding 在做，活到老，唱到老嘛，對吧？正經啊，用張佛音身體天空，身體都會天空。來殺下來，殺下來就正經寫阿妹啦，梁先生，寫阿妹，我唱嘅傳統嘅羅強寡子音，係結近威，唔掂啊，結咩唱流行歌曲？應該係哦，看看啦。小小聲的愛輕輕
呦，哦，冲的唔会紧张啊！同紧张哦，同紧张啊！你准。哎，今日迄个就神太跳啊，系嘅歌人根本人咧唱流行歌嘅系嘛？嘿，佢唱起来就唱流行歌啊，喊跳舞啊，用带舞头。哎，对呀。我同紧张，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冲，就是没有改编的小调。哦，第一版冲没改编的，没有小康老师的帮忙。哦，是啊，你刚老师你没有改编过吗？坏了，被宠坏了，就后来你传统的啦。对呀，这个传统的才有味道。对呀，我也有比过传统的。你有比过？你比过田纯一的？对啊。哎呦，还后来嘞？就一次，100，就100，就唔敢去嘞哈。100係草木啊？我參加嘅係少年組。少年組，剛好是在那個年齡邊界。哎呦，嘿啊，對。然後是唱什麼？落山歌。落山歌。你還記得你草木嘅嗎？我可以試試看。試看啊！來。愛唱山歌。情啊，三爱情，三够了，冲出了好声音啊！还蛮有味道的啦哈。不潮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感謝你嘅R&B嘅轉音對，vibration 對啊，還有一點點那個，還不差。哎，你有帶名嗎？哎呀，可以唱一點。有啊，有哦。那天就你一個人比賽嗎？沒啦嗎？前3名啦，應該有3個。不要講了，我是得冠軍。冠軍，很厲害。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。那一天是有趙德武，對不對？沒有。還有滿意。其實也沒有啦，就是很真的就是小朋友，小朋友。然後我衝落山狗黑引力，我不會下拍。你不會下拍？就是落山狗的下拍是吃有咕咕咕咕就唱，好像是不知道幾聲咕之內，然後唱。那你為什麼不能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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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？那老師還會繼續等，然後對啊，就等啊，就等衝底上會開始啊，就會引力就是不會下拍，所以後落山狗。哦，跟安尼用還拿得到冠軍呢。其實我係就是想說，去參加一下就是傳統嘅比賽，試看啊。結果我只背了28個字，然後知道入圍之後，下豬頭底馬，然後轉去配。能會一般的哦，你很佛系呢，你會班數聽。我就想說啦，就是人生當中，我唱看客家的傳統的三台跳。那個人生當中，這一朵水點點。沒啦，對呀。小時候就要開始嘛，因為我新迷才接觸到客家歌曲。對呀，你還要繼續的帶領發揚，繼續精進。對呀。但是希望以後就是可以。變成就是傳統的流行的都做得衝，還是有差啦，就是唱法不一樣。當然，哦，好了，唱完了啦，我們也請年輕一代的啦，哈，欣賞。好，其實哈，先生你幾位從嚟掛子音哈，雖然你曲都冇改變，其實還係有改變，哈，因為當然你係伴奏嘅樂器本來就冇強樣咧，就個加上哈小強老師嘅節奏係嘅版啊，哈，要讓你種到客家，好，所以你從起來就做得越唱越跳哈，所以其實你還係要改變一些些，不過我感覺你今年從3個就見來見進步咯，哈，就係其實你經講講你從嘅3個當唱流行歌，其實根本唔怕，嚇，該就爭啲該音啊、賴唱啊，韓國人民運用伴奏，你講從3個就係獻上嘛，嚇，所以你不管係從乜嘅3個，你係記得嚇，人民走將獻上韓國，你係是愛從清楚從你挑選從嘅攞3個強樣嚇，是愛情。好，安樣就做得咧。我相信你繼續好好練，你係客家3個，以你按後生嘅你係嗬能力來學習。我相信你不管係
將落去比賽，然後去表演才，你係客家嘅，你係高繞，你係大家做得有目共睹，應該努力哈，一天為有成績，你安後上，前途無量，什麼音？好，前途就是沒有亮點。要不然我下一次開始唱傳統，也可以歡迎你。好啦啊，謝，韓一伯有幾位執過來好嘛？好，參加傳統組嘅好咧。好，等你啊，好，冇問題，會出來哈。好，拜拜，再見，好，下次見啊。已經等一下，好可愛。係啊，來撒下來。好，撒下來係兩撒，強下。哎呦，係啊，對唱嘅，哇，好聽。蔡琴還有張若瑩帶來門譜。來，聽我啦。吳麗姐，我來深圳來呀，來一啲就三毛準的啦，係講乜嘅呀？牆門來顯那誰先生我的歌，喂，叫我走啊走啊走什麼？牆門來顯那誰路途有幾多？3800里喲，先生那樣子啊，風啊溜，爽啊溜，呀呀吹，來去鬼，風流做什麼呢？亮丽阿基好，帅哥你好，来，麦克风忘了拿给你，来，麦克风来，用麦克风讲，较糖的时候，较糖的时候，他糖的都上啦，係啊，亮啥好，亮美好，用麥克風他好，係有上，係，好，咁冇講嘅唱歌嘅，哦，啊麥克風唱歌嘅，夠花啦，係，啊亮美藝術看過一樣啊，藝術唔歸要來比賽，哦，要來比賽，還是冇來啦，冇來過啦，係攞佢對唱啦，係對唱是前來來啦，哦，還是第一擺來過，哦，嗰陣時佢對唱嘅時間要皮起來，係，要來參加，但係唔知㗎冇來比賽過。係我唔敢嘛，唔敢嘛，哎呦，他已經內化了，已經內化了，他已經完全內化了，對啊，迸發對不對？很厲害，你看唱片兩位用嘅接拳到劇團啊，哦，然後哈退休以後啦，就開始說請找一些冇腔嘅東西啦，哦，用嘅冇腔，唔特別係。
跳戏啊，跳舞诶。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戏曲啦，因为以前在外商公司上班嘛，一直上到退休。退休以后，奇怪嘞。从个三个有没有按后堂，从来没有听过冇堂过的哦。给拿个树根啊，真的，他已经完全，真好，还有了就有兴趣就冲来。外商公司上班，对人家个外商个主管讲爸爸呢。嘿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我们的这个 ，Yeah, you know， 对，没有，那时候完全是不会的。哎呦。那是后来学到这个。后来啊，慢慢的跟老师学，慢慢的就学起来了。哎呦，学一学那个就已经讲话就已经变完全。你平常时供发没有拿一条树给那样供，张会供发吗？没啦，送节目的阿红婷啊。哎呦，很适合做啊，你跟媒人婆。媒人婆俩杂啦，七岁做媒人婆。媒人婆给他们做啊。给他们做啦。所以你那演变案呢，当去接触到剧团，蔡琴姐姐。退休以前，做会计啊，起码空头啊，退休啊，閒都做乜嘅呢？做會計同嘅同事就講，我帶來嘅客家歌謠版啊，講做咁做得嘅，來啦，佢啊彈下度嘅鑼鼓，哎呀，我就愛上他了。哎呦，真的。哇，用阿豪彈係細彈都有唔識彈歌啊！哎呦，佢是學唱山歌。我有年到嘅楊梅火車站講要做台戲，當叫唔識看，係就去看啊！哇，也是非常驚豔。所以你就我又開始去找哪裡有要加入榮興客家劇團。沒有啦，但是因為你們兩個太老了，他不讓你們加入。榮興都是很年輕的，都是新血。那個社區大學學做做。社區大學是好嘅，唐貢一就按你表演，就出國咯，表演咯，用暗號呢，去澳門啦、泰國啦去做交流。真的啊？是哪個單位邀請你們去？是客屬會的。客屬會啊？對。真的啊？各地都有客屬會了。對啊，是因為不用錢，所以他們就會邀請。交流，對，是交流，去學習哈。好啦，你兩位表演的哈，哎呀，那唱欣賞一塊乜嘅建議分享下嚟哈。唱秋夏欣賞。哎呀，李秋霞老師哈。看到佢兩首表演非常之精彩啊，真投入哈。看兩首表演哈，係一隻향書。兩首個肢體動作非常嘅急速，非常好哈。講係你高中訓練出來，你有冇上心哦？前幾年有看到唔到來表演過啊，所以今日再度看到兩首表演，講真好哈，兩首按兩首按行來行去，完全唔會冷場。你再繼續表演下去。阿鳳，我要本人這樣講到，他們就直接會按啊。蓮花指又出來。講吧，講你最近真正用咧。討厭。真好哈。所以我要講佢嘛個缺點，我嘛個缺點哈。你阿本一隻傾聽，希望人家能夠去外面哈參加到人來你嚟鬧嘅大擂台表演比賽。好，欣賞謝謝兩位哈，係啊，有機會再過來表演，俾大家看，好嘛？哈，謝謝啦哈，安子。你用做冇等影響呢？來做動惡心哈。也不是惡心這種感覺，但不是很舒服啦。是。哎呦，沙來嘅劉漢珠嘅評審，長得非常戲劇效果的這一位啊，請獎嘅總飛欣賞帶來票。哎呦，總飛欣賞。係呀。也是我在練的時候有幾個老師俺媽媽清楚，我就怕我念錯，其實我就會請教老師。你請教哪一位？我問了世慧老師，我說那個對，因為我就是有的有閉口，沒個閉口，這個我要確定清楚。世慧老師的客語是 OK， 但是歌的部分我就不知道。之前他打發用章啊，上台就懂難唱對吧？一個作曲啦，吼，一個風格各方面吼，或者也下後生人吼，
会讲书，会讲书，各边都懂好，懂真啊，但是葱都看冇真。欣赏。天籁就是天籁，对呀，哇，天籁啊！谢谢，正经天籁啊！因为我很紧张，我很开心，廖白可以学这个传统，对。当下制作单位跟你讲到说，哎，慧茹老师，你来唱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。我信心满满的说 ，OK， 没问题。但是当我问题惊拍，对，当我开始听的时候，我发现糟了，不是我平常听到的那样子这么固定的东西，它有很多很多的小变化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，糟了，这下就一直听，然后我跟我的小孩说，我要练100遍。真的有练到100遍吗？其实包括听真的有有对，当我发现，像他们每一次在比如说在录音室录音的时候，就谱看着
然后就很厉害，就是冲哎，对哦，我觉得实在很佩服传统的老师们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传统文化，对。其实以前我虽然不是戏曲毕业的，但是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听传统的东西，比如我也有学京韵大鼓，哎呦，对，所以你说这个身段是略有的啦。你妈不会就抽了哈，一些，对。但是真的跟刚刚那个老师比的好不好？非常的很棒，你好。哎呦，这个就是老生啊，是小生，对，所以谢谢老师们。我一百 DB 啊，一百真的我觉得是很棒的学习。然后让我听了之后，我爱去嘎熊。以后未来的日子，我觉得我想要学更多传统的歌谣。那今天听到这个평班啊、三勾字啦，我都觉得很棒。希望以后有机会也可以多学习。对，而且你声音那么美，唱起这种三台跳歌，这好有味道。我发抖也没有听出来吗？基本上没有，每次都发抖。没有这样会唱歌的人就是这样，他都把那个紧张都已经藏到里面，内化里面化掉了。太搞他们。当厉害！按这个唱一下，用车技过欣赏，一冲呀，三台跳这样穷跳出来，真的。对。好，那慧茹老师哈，是强哦，强哦。因为杨凡讲呢，一般的传统歌曲啊，水天来唱，强啊，好演，好韵而讲，根本佢做得讲，样就做到。哦，尤其嗰個眉韵，好嘅那個心愛面，好。心愛了一面啊，嗰種眉韻啊，要相對散嘅，同埋呢個沿途感覺吳佩雲有多少？那個眉韻做得相當好，哈，但是基本呀，慧茹老師唔係夾嘅嗓哦，當快歌，做嚟講當好聽，尤其唱呀傳統歌嘅，一般人講流行。來下嘅各種歌流行嘅嗬，夾嘅詩看冇按標準，但是真的唱傳統就一定是一定來唱，所以佢每期唱嘅量數嚟講，詩作嚟講唱得相當正，要你家做得清正，客家要好嚟計傳統嘅要解散，要解散，加油！也是我在練的時候有幾個老師俺媽媽清楚，我就怕我念錯，其實我就會請教老師們。哦，你請教哪一位？我問了世慧老師，我說那個對，因為我就是有的有閉口，沒個閉口，這個我要確定清楚。世慧老師的客語是 OK， 但是歌的部分我就不知道。之前他打發弄章啊，三台跳當然唱的吧？俺們有學習吧？俺們有學習吧？真的嗎？係啊，上班係咩機下班唱啊，唔係唱搖滾啊。改編歌誒，有啊，我有唱過傳統啊，有啊，唱三個字啊，很厲害的。俺啲茶都好練呢，練到叫咩100遍啊？青山一條絲咧，唔是安英真。真的，我小孩跟我說，你練了50遍了沒？給他很酸的。對，他說我看你沒有。真的這麼好的聲音哦，真的有機會真的。多衝呀，對吧？多衝嘅唱嗰個哇，原來客家歌暗後堂，真的，好嗎？太棒了，謝謝老師，謝謝，緊張化掉了，可以那個了，葉坤嘞，唐佩莎衝嘞，哈，對，撒哈了亞比，撒哈了亞比，竟然凶呢，我也很擔心，真的嗎？有些時候，對呀，咁做的，唔是堂哥給穿傳統誒，忙死，窮來忙死，堂寬啊，對，雖然是我們的創作界的這個天王，但是他衝呀傳統歌誒，哎呀，嘅某一天講衝得清好，要加一啥，衝傳統歌嘅，係冇？我們洗耳恭聽呀，葉嘉修老師，帶來三個字，來喲。是上天有的山啊。
天都是满那的山路，就爱一趟啊。不是那个是老师好，妈，你跟黄健没某共用，这个有点那种什么乡村摇滚的那种感觉啊，对啊，有些琼巴迪人那种感觉有吗？哎，对，琼巴迪人，那个前奏歌那个音乐可不可以再放一次？从前面来，我再放一次看看。对啊，对。我刚发现另外一个组合。哦，好，好了，对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再弹啊，你。然后呢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。不被发现了，是不是？果然是客家人，好厉害，厉害！没啦，你连这个音乐节奏也要省，真的是。还是这个我是听秋霞老师的那个 demo 唱的，哦，整个写鬼啊下嘎，连编曲都是听他的，编曲都黑，真的吗？秋霞老师唱歌两种版本哦，没，那歌词是俺自己写来的，歌词自己写，对，整个写。然后我一开始听是听就，病啊，很好，真的很有味道，挺清油味道嘞，对啊，替白糖几葱哦，不是，俺是替白葱啦，替白，对，但是不过哦，因为从古到今哦，事实上
还是感觉真正感觉哦，你客家人哦，真的是文化的传承，是，真的是，对，铁锅都厉害哦。大概唯一做的唱的，就是所有的诗歌做的用唱的，他就各家山歌听听。不过你这个也是走另外一条新的不同的路线啊。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唱高中，从亚中的那种方式，那个是顶亚个呢，安尼客家剧团安尼，展现出哦，有无讲有火花哦。其实那个家小兄哦，老爱两三个东诶校友教友，学长学弟啊那样。我读音乐呢时间，我自己读嘛个呢啦，但是我自己家上下不论啊个音乐系管都啊，啊个我要自己啊，寄托个也个做校园民歌，这样子啊，他是校园民歌，而且他那个时候就是唱那个从小就是这样。那个时候外婆澎湖湾就是很有名，对呀，就那个时候，我记得哈，那好搞多呢，就是我们音乐系的人也有一些女孩子也在弹吉他唱他的歌。那时候他在学校有把了很多妹吗？这个我就这么讲时代啦，讲时代去。那个专辑就给和声是音乐系的，然后成为和声。然后就那时候都是一些同。挨得音乐呢啦。哎呀，这段时间嘛，你什么戏？政治系。政治啊，政治。你看不务正业，你看跑到来玩音乐。有才华啦。不过这个就是说，这个作曲啦吼，这个风格各方面吼，都有这个特点。张家燕呢，唱这个山歌吼，伊也係留那個山歌字吼，做另外一種嘅一個那個詮釋啦。關於嚟講詮釋，你係或者也下後生人吼。會接受，會接受，嗰邊都懂好，懂真啊，但是唱都看冇真。哇，真的很，我刚刚听得很惊艳，这种改编方式真的好，真的大师就是大师，对，真的融入自己的风格，对，好棒哦！这个好好玩哦，下次再找我。贵宾体台，我们多办这一些那种，周的特别计划，对，传统转流行，下片办呐，周的，OK， 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他一直会叫他介绍一下，好了，人家同事啊，人家同事啊，吼。唔係我哋厲害哦，你厲害，過來嘅欣賞他們根本接受不了，全部昏倒，是這個全部倒下去了，真的聽不懂，真的聽不懂。坐在一起困一下，對嗎？鬼下都直接像拳打過去這樣，4個棒全倒這樣。那怎麼辦？那怕吃寬他某一天哦，聽看看啦。對，來搖滾一下，搖滾一下，來，東還有起司飛行上帶來山歌 rock。阿奶姑要彩冇？無言 N。哎呦，馬雞生疏啦！阿奶姑，夾好康床咧，捱咪濕死。人過了鐘飲了快了，太路了人流了太了。擦了流那在那，波
跌倒。走的路那弯那，爱不了，来了。山沟流那冲啊，心流来台台路就上流来台铁大流上啊门啊，年大了口也了。超多你了！你们好像慢了啊，对不对？ending 的默契不太好。对，要不要再来一次 ending 默契？你要最后那个结束地方吗？不用，时间够了，时间够了。哎，我们很爱表演，刚刚感觉像像暖身当歌用哎。哎呦，真的，这暖身用哎，不要。哎呀，热血沸腾的，有没有？懂听嘞，哇，真的是有某公的密西，Black or White 呢，可以衬底。Michael Jackson 都来了，这个我就不行了。我帮你，那你说不行哎。那东老师给本来就是 rock 咖 rocker， 对，他本来就 rocker，对，你真的很多面相，我很多面相，东东面相啊，对啊，常青号冲 rock 的歌，也可以刚，他声音很像董秋扮演那样，董秋给 John Jett。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。好，来个 E 麦吧，来，声音有点像，上演于是强，有干工的羽球，真的好厉害了。擦皮衣而已，擦皮，好，对，皮挂在那个啊，好，可以下次带来，100种，基本上就讲对人家就创业冇乜嘅問題嘛，應該唔好唱講哦，嘅乜嘅慧茹老師，還有葉家修老師，叫我較緊張啊。其實係頭一拜老東老師合作誒，以前都沒有，完全沒有。可是我們是同鄉人，同鄉。很多年哈，太傅年，太傅年，我應該兩夾夾啲年，三餐咧百幾啲神都高嘅。係啊，唔過一拜鐵拜，嘅當時我拿到老師嘅 demo 時間，我就講啊，差唔多，喺捱切假講。愛唱呢？愛唱咩？俺要班老東老師同他唱，我一下想不出來。對啊 ，key 也不一樣啊。對，我想我唱咩樣版型，要相當久。我去搞抽的，我去工作室相當久，我想按樣版給。我感覺是一個題目給我，然後相當久，想哎，接個小調來唱個三國志，好像不錯。他說這是我女兒提示我的，其實我一直。
不会分平板老三个字，哎分唔出来。虽然讲係啲条形嘅問題，可是我就是一直分不出來。有班人每人講，媽做安尼分吼，搞下平板就大調。小調就是三個字。你音樂人呢？你是老師呢？可是我就是一直把它放一邊啦。冇閃啦，多衝擊敗就啲嘢啦。多衝擊敗。啊，佢就係講，剛剛老師講嘅同學就係講多衝擊敗嚇，就真勁。啱過因為也擊敗來創傳統嗰個關係，啊唔關係標準嘅傳統，也係改變嘅傳統。我知道創三個真勁同好教。係啊，真勁同好教。傳統嘅山歌唔唱歌嘅嘛？唱過三個字，還蠻是有嗎？傳統啊，傳統嘅哦。就比如說，你改編歌呀？來啊！改編歌來啊！真的嗎？真的，來改編的。來哦，做得啦，有。肯用係乜衝下之間唔可以講改編，佢就略係咪冇腔啦？好，冇。扎查開扎，幾兩山皮啦，還帶你 solo。山一流，哎，真夜吼耶！無從就落了你那，山一流，莫看見每面流。哎呦，一順流，我仲順了，個頭就順了你那。你看一下陳高中嘅表情，怎麼衰退的？唔係，佢表情。哎呦，就好像一直是衝過嚟亂衝誒，是亂衝啦。高中包含一下。藍調的啦，也咪頭啦，哈，不會啊，咪頭啦，哈，不會啊，其實挨到嘅，挨到戲劇基金都有 rock 嘅啊，哦，沒有 rock 嘅東西啊，有哦，做住有了，哦，真係啊，唔係講全部都傳統嘅表演啊，你都啊，做住有咧，幾廿年前嚟嘅，做住有咧，剛老套了，你剛剛那個東西，它還是這個表情，他是覺得我早就聽過了，有啦，老師動作都彈過誒，彈過也唱過誒，有吼，一擺到美國的時間的表演，世界嘅表演，看老師就有彈過，把第一天都 Chicago 芝加哥嘅場演出，哦，就老師團強場啊，哦，老師誒。又好想演，其實唔係當作是欣賞，好想演一世人都衝過嘅哎呦，來，重提嚟，來，羅茵茵老師，嘿，係羅茵，他不 rock，茵茵老師不要講。以往嚟看歌，手下留情。有哦，叫表演歌、流行歌嘅，佢把當會唱啊，佢把佢通台唱歌。係，係咪？好，起等。做得講嘛？哦，做得搶講。好，一般來講啊，哈，要教學會我就會撈幾條講。不過哈，因為 Andy 算係通識啦，所以簡單撈幾條講一下三個字，撈平板嘅冇強用。好，三個字呢就三隻音拿到咪，平板加兩隻音，乃兩隻音千度係擺撈我講。好嗎？好。蘇跟瑞，好，加兩隻哦，哈，係咪將佢重組嘅寫詞相款，哈，係唔係做得就個加強一下？好，首先來講你係東老師，哈，你從係平板非常嘅好聽，哈，睇你係改變流行歌曲咁樣嘅唱法，其實當吸引到後生人來學，韓國東老師本來就很有帶動現場的能力，哈，所以唱起來特別好高。不過學建議你，雖然哈頭先高中有講哈，就係建議家秀先生哈，唱你彈嘅些歌。不過你一下喺傳統做睇下進步，就係呢應該人民為加強，嚇，咁樣就要三個嘅眉頭，嚇，你係喺點嘅建議。然後咧就係黐先生嚇，你當努力三個經常經好嚇。不過呢，因為嚇呢三個為講你係很強為正確，所以呢，只每月創條三個，嚇，莫三個。太假糖
大家堂吼变開了腔哦，咁講我就當歡迎你來講，你個開了腔，吼，也就是我講您對你良師嘅建議，拭目以待。拭目欣賞，很英俊的樣子。我覺得他突然覺得很被哥哥那種，有些酸酸那種感覺，有點檸檬味，我覺得。太熟了啦，沒有啦，輸了啦。對，慢慢應該一種學習吧。係啦，某空樣嘅表現啊，下次有機會再來，好嘛？再來搞啊，繼續搞。今天特別要說一個事情，今天小康老師哦，幫柬埔康，啱啲叫用嘅 Michael Jackson 做襯底，但都先從用過全部過樣出來，不過蠻精彩的哦，精彩，一定哦，你不能說悶呀，都叫莫梅多，那音樂要好玩就對了，他只說了2個字，經典，經典誰不知道什麼經典就 Black and White，客家歌也是經典嘛，再配上經典的這種編曲，哎呀，這個火花太棒了，謝謝你啊，傳統加現代，謝謝。流行歌曲老師組哈，已經表現的嘞。對，我們怎麼可以放過傳統？你要換我當評審了哈，龍爺。等一下再好好的修理一下。嘿啦哈，哎呀，做的油腔，安尼立秋下先生，恰幾個先生，都帶來三腳菜茶。哎呦，那個都三腳菜茶，哦，呀，真厲害哦！躺一下，看下咧，那個三腳菜茶。來咧，講到神奇就真神奇，記得去年嘅2月2，嘅捱到台北就來看戲，看到一個來寫牙字，佢講今年就50年，嘅捱一看就真中意，嘅夾夾嫌嘅來賣演戲。田田老佢就偷轉你，嘅盲地食飯是愛人妻呀，所以莫愛人意。嘅人冇捱偷來嘅做乜計，捱講偷來嘅高神氣呀，高神氣啊！捱咩嘛啥？人人嫌捱財主國，想捱財主國啊，從細就冇學過。每年開單就賣雜貨啊，太嘅小行啊就萬幾數，唉，按叫啊生意又冇錢好，去年3月割嘅貨啊，都見就係存錢多，唉，冇法喎，捱上談談，下談談，談到阿奶姑嘅好名聲啊，人生來要講。出書有太版，格格來去情義啊！看有啲位生意好做冇，講到就來去哦！係擔。東安啟定來苗啊苗，剛剛起哦，幾兩條灣啊，夾夾來去哦。搭先平要來苗啊苗，剛剛死哦，幾種氣難啊！
错我，我是三浦当作两浦行，不知不觉就来到阿奶姑嘅太和堂。當時格拉夫先飆下來，嫌看嚟一阿奶姑唔哋要多卡麼？阿奶姑阿奶姑阿奶姑要採麼？咦，冇人應。哎呦！馬雞生疏啦，阿妹哦，cái nhiệt theo à chú say sư phụ này ngài hẻm con yếu nhìn chơi một hành động à ha và ai anh này cu các hồ hong chong này ngài may sắp xếp sáng hong chong sáng mặn khỏi quan像哦，羅妹啊，一朝啊，愛過啊，怎樣辦？講起蒼山歌啊，晒改蒼，歌咗同係舊趕啊！樣辦？要咩半個火？哥啊，吹支歌。樣辦？一七做八做就險捱康床，要嚟賣十四，啊，今日本嚟做拉啊，乜計啦？阿妹愛。喂，佢唔好講我隨住歌，我用人佢擺本做嚟，做本做阿哥嘅啦，做阿哥，嘿，跳落做幾個，很像，誒，今日你做乜緊啊？喲，我是七做八做我就出門，我嚟買插車，買插車啊？誒，有乜嘅東西我看有中醫嘛？好，玲玲瓏瓏。胭脂冰水粉，胭脂冰水粉，修仙羅裙黃泥蚵，還有哦，還有乜嘅？誒，也客家，你看客家布有講麼？誒，客家帽有講麼？客家布、客家帽誒，對，誒，真正，唔講啊，我下青島咧，冇中意，帶咗你。咩嘢客家嘅特色呢？我啲啦，唔講啊，我下邊行得到啊！要邊行得到？係啊，帶咗你。邊係買插貨都行得到。係啊，係啊。係要喎，係要。係要乜嘅？鴨龍。雞龍乜嘅？啊，鯉魚雕。松魚雕。松魚雕。誒，蛤蟆雕。蛤蟆雕。摸海雕。係要。你講我這樣我媽呀，你敢拿出嚟賣啊？竟然冇東西好賣的呀，買個nhà咩？誒，我要拿出嚟賣。你同係談清楚咯。誒，一條黑花喺講拍果。誒，拍果嘅意思啦。當對講茄果啊，誒，我講聽腳嚟條黑架拍果雕，唔係茄果雕啦。誒嗱。哦，啱樣啦。誒，唔好食，冇愛，帶咗嘢。要買。買，也就快啲嚟啦。我講過啊，去年3月個幾貨多件行千多，我嘅阿奶姑唔同我講啊，我唔知按樣辦再做生意下去。唔過我聽人講哦，叫我老人家千口人傻啊，傻去嗬，擘個卡頭就會同人買。啊，係啱嘅啦嚇。
该冇。咩嗌？幾個係條條講冇談。咩阿奶姑？你上來色彩很強。嗯哼，睇下都啱講。木主啊，上來要送人。嗯哼，讓豬豬你講係。身材要上來第一下。嗯哼，有這樣啊哈。幾個吹豬狗，那叫人行得夾。你是在喊豬狗啊哈？沒，我沒耳朵豬狗，我都吹豬狗的。吹豬狗。我行咁做的，你東西送來。嚇？送嚟。東西送來。假如講冇欠咩條東西，送來。咩還有其他咩？哦，還有其他呀？其他啊。真係。冇音到啊！啊。快啲嚟，見咩生意全冇做到，冇送都做唔得。嘅阿奶姑，有用送嘅係嘛？好，既然都同佢談定，係送過來嚟。梗係就送來啦。嘅送嘅劍拿齊，妹妹來跳雙叉拿我啲阿奶姑哦，愛死也無愛拿，我啲公定愛拿，愛死嘅還拿要，你送嘅包條，撩死嘅阿撩轉拿。當機房咧，喊當多。梗係叫技術送嚟。什麼嘅菜呀煮，熱送嘅劍麻菜，妹妹嚟跳雙叉吧，我浪菜煮過。喂，你呀愛讚讚來，也係愛拿。什麼嘅菜呀煮，你送嘅包條，愛是佢下悠悠，邊不見啦，我浪菜煮過啦。阿奶姑，你談得咯，要喊要我再談得。嘅愛是嘅萬那要，嘅叫送嘅叫話見，見到嘅你檢查那我啲阿奶姑哦，愛是也無愛拿，不用愛呀愛拿，愛是嘅萬那要，十送嘅18包。撥梯撥射撥床撥袋撥鹽撥邊撥醬撥坤，撩死嘅阿撩轉啊！轉死嘅阿撩撩，小花針那我啲阿奶姑啊！隨住個喊鬼氣啊！用餐用單啊！什麼嘅菜呀煮，要送嘅叫話見，見到嘅你檢查啊，我浪菜煮過。喂，你呀愛讚讚來，我想讚你。係將夫先騎過來什麼嘅菜呀煮，十送嘅18包，撥梯撥四撥床撥袋撥鹽撥邊撥醬撥骨，愛是下悠悠，小花
就快鐵咧。我就算出門啊，我本樣交代我講，貨啊買鐵，cái錢我夾帶在去。cái快鐵咧，我讀到cái奶菇啊。Nike 唔好比你兩下，三鬆四鬆，我嘅貨就鬆鏘鏘，我最要樣辦同我嘅不樣交代。真簡單，你就講按叫嗬，防疫動態，你咪落甲切快快，啊，轉你就做對交代呀。嚇！我記得我嘅廟裏台中嗰邊做田仔，未到旱仔，也樣我不太水。有樣也冇樣，有樣按就做啲交代。意思講啊，插車動切快快水本，貨本水大隻，插車動切快快，按陣就交代得啦。真是啦，真是。好，就照牙法，18天我嘅寶華臂，哇送進來，你要來麼事用？哎呀來奉養之難。來真係好難，開頭把yêu向難，高貴的相差異，端正的要相愛，愛熱熱的相差異，慢慢向過來望叫長難。總體了，就看到一下樹田呢，火車架開起哦。冇啦，冇啊，你下有啲唔開轉呢？要我嗌開哦，今日咩做網銀包工啦？有音哦。我開呢本字啦，好。你看太時期開了，哎呦哦，對，精彩哈，精彩的重賞鼓勵啊，哦，這樣子就哇，專業要做專業，傳統戲真的啊，冇按過真少咧，真少一格，當少一格，講嘅天天。啲安尼節目當中咩是表演過嘛，像我夾過嘛，冇，對唱有，真是做3腳採茶冇，盲是採茶戲唔是做過。所以我專業要做。同埋呢，吳佩雲啦、林采宜啦、鍾涵義啦，在這位視頻也會講下。哦，算第1拜嗎？第1拜了求好經商。在電視上第1拜。之前在林正英老師嘅廠啊、亮上啊有表演過。哦，算安太假福氣哦，啲啲節目當，你看人都做當詞言啊，做當熟錄樣嘅嚟啊，真係講啊，做咩呀？就平常啊，市場就對電化嘛，我要講馬太陽就講地氣，哦，就愛用接電來，就愛用呢啲啦，所以你訣竅呢啲，冇乜嘅訣竅。當然要啦，因為而咩有嘅棚條啦，我講係講個花料到嘅就要搭機啊，我都隨住個，從細磨學學，每啲階段買出貨，睇幾細行都問幾熟，一條全部就壓住就將佢咧你創下你。三大條嘅歌，對，多少係是的，對啊，佢都係當熟咯，哎呀，別咁樣，一邊做咁樣做。忙睡下，但是你看看董思妍，哎呀，董思涵了，董思涵，哎呀，要考試捱啦，董思涵做阿奶姑，真是的阿奶衰到一條，你講西師傅你就還蠻真的，係啊，我都開到家母面前了，很鬆氣啊，對，要當真的專業啦，好。安尼啦，今日表演睇對嘛？2米表演睇，對嘛？還有精彩，還有談講誒，
青苔牌，青苔牌，青苔牌，告状哦，来告状请自行。告状穷了，这错都给听听，德高望重。那个我是讲了点的节目当中的表现，基本的表演哦。唔夾唱嘅好嚟表演，佢強強會衰睇。我老佢講出來啊！來唱告狀，唱完告狀，係羅盈盈帶來精彩嘅表演來。一道先生係喺度大嘅劇團嘅嘛，八音團嘅團員，做係安尼龍興才也係用錢劇團嘅一個音樂組，喺度嘅有自家有嘅陳家八音團啊，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會播啊，八音團。哎呦，今天亲自出书啊！来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来，哎，哦，都无限哈，又会打又会夹又会啦哈，对，来，哎呀，对，啊，参考中，难得咯。真係非常難得咧。台北看到。
按節目開台都有嚇，客家廳就開台啦嚇。禮拜應該大家所有觀眾們禮拜看到啊，參加中啲節目當中展現嘅嘅呢才藝嚇。我嗰班係咩有？禮拜幾拜獻嘅啊？有100。有嚇，講一年就100。講係禮拜看到。哦，都大幫安尼貼片幾百張有可能哦，係啊，怎麼出書嚇？一條線上係。喺度自家嘅劇團啊嘛，八演團嘅團員，做係安尼用心齊齊劇團用心劇團嘅一個音樂組，喺度嘅有自家有嘅陳家八演團啊，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，會播啊，八演團，八演嘛，八演咧佢人哋音樂嘅上到樣板啊，音樂上有木下嘅做生意掏錢啊，過年啊，嗰啲咩，會噴白煙嘛？要噴白，唱嘅冇帶東西啦，冇帶東西，他哋唢呐要佢嗱個係，佢冇咁樣啊。但是佢有條有會蘭壇嘅啦，北港嘅啦，又係白煙，又係人採茶戲嘅，全部都會。哦，都係兩個白煙團要出嚟。一幾樣都乜嘅？哦，兩期。軟件，哦，中軟，係中軟係嘛？軟件，老師你好，叫我講下啦，叫我講下，全部都會啦。啲舞台表演咧，怎麼講下？先生講到喺位，全部會講，唔可以講啦，全部會講，基本嘅啊，哦，本身都客家人嘛，講關年啊，講關年，哦，沒有呢啲，講關年，係，會講會談，會啊，係啊，哦。哦，家下人嘅大演嘅部分全部都有啦。因為係要澎湖嘅。哦，澎湖咩啊？點樣講下？anh要唔要講下？唔會談唔會講。屌能講，有冇講？可以啦。國父呀，黑嘅首席老師。首席哇，哦。就是因為就是年紀比較大，就是比較熟悉。咁係。其實沒黑啦。沒黑。不講吼，要見微信上嘅。這邊有一位，係通學。台北人。哦，你台北人，要唔要講下嗎？唔該。唔講佢會扮演。但是唐曲唐多會唔會？唔會啦，唔會啦，多多少少吧。一波呀。那係滿二個啦你。我講下冇。哇！條隊。首席會試下。點解會打頭數啊？叫佢打鼓嘅。點解彈又打？佢較會排戲啦。哦，所以變咧講啲劇團杜方嘅唔曉講嘅唐橋嘅。唐橋都會講。唔會叫又打啦，唔講叫又打。對。唔講嘢全部都碩士以上了，全部是打。哦，是，高材生。北醫大碩士，北醫大碩士，北醫大碩士，北醫大碩士。台醫大的碩士，一我搞欣賞啊，全部是做欣賞啊。哇！香港兩個微信上係 Andy 劇團啊，南北正站嘅好戰友，就係 Andy 不管係在台灣啦，係出國啦，也去公園內 Andy 強下去東島為首。所以沒有接觸於國內表演。有啊，中南美洲、美國啦，多咯，世界各地。對，但之前疫情好像就比較少一點。哦，就今年本來今年要去維也納咩？哦，維也納，係啊，維也納藝術節啊。音樂節，盲年張來。你看，我說國際化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俺啲節目都係搶到嘢的，真的。越在地越國際。真的，一個劇團動作是神啲嘅，沒有。劇團76年，民國76年。其實劇團咧，前身咧阿公阿婆，數位開始都有啊，佢都算起來都。60-70年以上嘅啦，都亞數嘅爭個復興起來，係76年開始，76年開始哦，76年佢用是那張當後生，30歲啦，30歲嗎？76年㗎嚇，一百冇，佢有啲講77年開始嘅反和母語運動啊，講係76年之前到台北反和母語運動，線上洪水橋錄唱片咧，Andy 全部書記，跟唔掂嘅，你秋霞老師是書記。
因为线上机界阿公阿爸阿婆全部係因啲客家嘅咧，從3個從戲曲嘅內面，冇人唔知記得，所以因啲愛寫咧碩士啊論文嘛，嘅全部會讀到。真的啊，你也讀到碩士嗎？係啊。你也是呢？對，就是老師很鼓勵我們，就是在專業的領域上，會讀到。對啊，我剛剛是看整團的表演都很棒。對啊，就是你比較，你也很融入，洶湧暗讚。講真的，喺節目當中，真的所以唱到唱到中係親自出馬，係啊，也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。參加研究係咪？嘅阿鳳哥講愛啊！阿鳳哥，世界都有人聽。希望哦，真係你 TP 機嗰個節目哦，多來拍。係啊，其實你都難得咧，因為 ND 講 ND 嘅3個係 ND 民間嘅歌曲，韓國其實人當講客家嘅3個，當都係。對你喺客家嘅戲曲當中發展出來嘅，所以如果你係機會，雖然 Andy 家家出國啊，然後喺國內表演，不過如果你係機會喺電視機面前呈現講，其實戲曲當中當多歌曲係原來係用伴唱嘅，來介紹俾大家，你係 Andy 最歡喜嘅事情，原汁原味。真的哦，真的非常榮幸，非常榮幸，也謝謝校長。什麼高？對，安子歲啦，冇啦嘛，安子歲。我哋年長有安尼記記。對。客家電視台啦，係啊，好多有製作單位啊，客家單位要做按鄉書的，係咪？好，也謝謝各位老師們，謝謝你們，謝謝哈，也謝謝你們哦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告一段落了，精彩哦，好不好哈？這個最棒的尾聲，係咪？係啊，最棒的哈，係啊，安尼好衝國嘅朋友哈，夾來報名啦，打電話0 6 6 6 7 0 6 6，還有傳真電話0 1 1 7 7 7，半夜3點等台記給打電話。好，謝謝大家，謝謝李秋香老師，謝謝郭老師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安子，謝謝。什麼各位欣賞，什麼高中欣賞，什麼小康老師，還有辛苦跟工區欣賞，辛苦嘞！天團日快樂啊！天團日快樂，下禮拜冇記得咯，一定要準時收看呢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共下樂。